真係估唔到咁靚嘅配套，細單位竟然可以擁有。北上自住、度假旅居、資產配置3件事，一間屋全部搞掂晒。呢個細面積嘅豪宅可以做到全維度嘅超配。今日同大家睇嘅係華發天匯，老規矩3個方面由頭到尾拆解。想佈局大灣區資產嘅港澳朋友仔，呢條片絕對唔好錯過。講資產永遠先睇地段。點解我話天匯係十字門嘅天花板？核心就2個字：罕有。樓盤位於中國唯一陸路直通港澳嘅 CBD 十字門中央商務區，更加係港珠澳大橋、橫琴大橋雙橋頭堡位置，地段價值天生就係一梯隊。更加重要嘅係，華發天匯係十字門最後一幅70年嘅純住宅用地，之後亦都唔會再有同類型嘅純住宅土地去到推出。擁有呢一度，等同於掌握成個片區嘅尾班車資產。大家都知道，香港常年遭受兩旺嘅物業，底層邏輯就係4點：軌道上蓋、口岸直達、綜合商業、宅地罕有。而華發天匯係十字門罕有 copy 香港頂級豪宅開發模式嘅樓盤，打造4合1垂直綜合體嘅地標住宅。佢哋具備嘅優勢，呢度全部都有。首先，屋企樓下就係珠璣城軌嘅十字門站，相當於掌握成個大灣區嘅高效通行證。周邊覆蓋港珠澳大橋、拱北、青茂、橫琴4大口岸，週末往返港澳睇集 TVB 劇嘅時間就到。生活配套方面，步行圈內生態公園、優質教育、星級酒店、民商配套全部都齊，可以話住喺天匯灣區嘅頂配生活資源，將會自動匯入你嘅生活半徑。講返樓盤，華發天匯採用灣世1號同款嘅公建化外立面，搭配8米挑高嘅主入戶大堂，豪宅質感撲面啊！每次返屋企都好似入住5星級酒店咁樣樣。沿路經過嘅森林就係樓盤打造嘅新加坡同款空中浮島園林，再加上全珠海唯一阿加力雲端無邊泳池，視覺體驗獨一無二。平時喺園林散步，週末同朋友喺泳池開 party 都唔使飛去新加坡啦。哇！呢個樓盤真係摸透晒我哋港澳精英嘅生活標準啊！呢個天匯 UNN 級生活館裏面，商務洽談、親友歡聚、運動放鬆、獨處療癒，全部需求喺小區裏面都可以一站式閉環，連香港人最中意嘅網球場、壁球場都配埋，跨境生活完全唔使減配。仲有呢一個專門為香港人度身訂造嘅港人服務中心，跨境辦證、民生業務、兩地生活問題一站式服務，真正可以做到跨境生活零障礙。嗱，地段夠靚，社區頂配，最後決定值唔值得入手，好唔好租，住得舒唔舒服，關鍵咧就睇個積啦。呢一度全部都係為買家度身訂製嘅。呢個85平方嘅單位採用創新可開合靈動牆體，加一多功能房自由改造，空間、視野、實用性完全冇短板。一家3口長期自住都完全夠晒寬敞舒適。睇下對面十字門小學啲小朋友幾有活力！真係估唔到呢套85平方嘅細單位，竟然有 L 型嘅 IMAX 震撼景觀窗。喺呢度飲杯咖啡，望住馬騮洲森林公園嘅靚景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呢套85平方嘅單位，當100平方嘅租金租出去都完全唔過分。咁靚嘅配置，無論以後自住定係投資收租，都係加分嘅核心籌碼。上低門檻上車嘅朋友呢，就更多選擇啦。大約58平方嘅單位可以做到百變兩房，實現超高實得率。交標方面亦都好多細節位，陽台已經提前封好窗，廚衛家電全部配齊，全屋收納空間將垂直空間利用到盡。廚房預留咗洗碗碟機嘅空間同埋生活露台，收樓買啲家私咧就可以入住噶啦，唔使花心思時間裝修啊！我相信大家睇到呢度已經好心動噶啦，但係唔好心急，仲有驚喜啊！華發天匯推出細單位以舊換新政策，同埋酒店反租託管服務。珠海嘅舊樓可以召喚多間豪宅細單位，自住養老之餘，多餘嘅物業亦都可以交翻俾專業嘅團隊統一運營反租託管，實現資產穩盈。如果唔想參加託管，當然可以自己攞個單位出去出租啦。十字門裏邊嘅2房至3房租金由4000零蚊至到6000蚊不等。呢一區咧裏邊有口岸跨境客、勤務商務客，亦都有灣區旅客3班人馬爭住租，咁大量嘅人流，你仲唔收租收到手軟？一個單位同時滿足自住、
度假、資產收租三大需求，一座大城，萬家燈火，幸福嘅生活感喺呢度不斷提升，真係完美配合港澳人士長期持有嘅規劃。上嚟現場睇山景海景，了解託管收益細則嘅港澳朋友仔，即刻私信我哋，帶你解鎖港式豪宅嘅細單位。